各位觀眾，佳景康城4期特價單位嚟啦，89平方南北對流3房，總價唔到130萬啊，首期19萬，月供4600，你就可以享受到成個坦洲嚟講，無論生活便利度、街市嘅成熟度、交付質素、配套設施、園林水準、物業管理定係交通便捷度，都係超一流水準嘅項目啊！嗱，各位觀眾，我哋嚟咗9棟嘅示範單位啦喎，7樓嚇，咁做2梯4房間隔，見到電梯廳都做得相當之豪華氣派。咁做03、04、105、118嘅大面積3房同埋4房，而今日介紹嘅重點就喺我呢度啊，01呢邊嘅89平方米嘅而家3房單位，做得好骨子啊，而且裝修每一個細節都令人印象深刻㗎。嗱，呢一個單位我首先最關鍵最中意嘅地方係邊度呢？佢可以做到南北對流一個戶型間隔，露台同埋我哋餐廳呢邊嘅一個飄窗台係南北對流，而且我哋另外仲有一個生活露台，所以可以做到雙露台南北通透嘅3房單位。關鍵係價錢都好實際嚇，即使係咁靚坦洲 No.1 嘅一個交付質素嘅單位咧，佢都可以有部分嘅尾貨而家嚇，960棟呢邊嘅特價單位去到129萬嘅總價，即係首期俾得到19萬就可以上車，兼且啊每個月供都係4600嘅啫噃。好，我哋喺入門嘅位置睇到呢個交付標準好靚嚇，因為4期整體個裝修係更為之現代化嘅。咁做奧創新嘅木門搭配智能門鎖，係一個頂固嘅門鎖，跟住有貓眼嘅一個配置添嘅。呢一邊咧就係施耐德嘅一個面板插蘇，跟住咧可視對講機嘅配置。其實咧整體嚟講咧係每一個細節都好到位。跟住喺入門嘅左手邊呢個位置咧係我哋廚房嚇，咁透明嘅玻璃敞門啦，咁做預留嘅雪櫃位都好足夠㗎啦。呢度係雙線型嘅設計嚇，吊櫃、櫥櫃咧都做好晒啊！鋼琴敲漆面嘅一個吊櫃咧係用嘅一個歐派嘅牌子跟住咧方體嘅3件套啊，咁個呢度有抽油煙機、雙口嘅灶台，跟住同有一個消毒碗櫃喺呢邊，同埋嗰個操作台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充足嘅一個 size 俾到我哋非常之靚仔啦。跟住呢度咧同樣歐派嘅我哋呢個咩？抽拉式嘅水龍頭同埋一個大嘅單槽升盤，但係大家見到呢度咩細節啊？就係我哋咩咧？叫做淨水器啊！因為我哋咧係配有一個飛利浦嘅一個淨水器，直接就供應呢個直飲水俾到我哋，所以呢度嘅細節真係好豐富。上邊頂都有一個松下嘅涼霸添非常之正嚇。跟住仲有一個細節，我哋生活露台呢邊咧，比起所有樓盤都好嘅點係咩？呢個我哋嘅操作間直接同你配好晒，包括呢度上邊鋁合金嘅呢個櫃，呢個吊櫃咧到時可以配置翻我哋嘅熱水器啦，跟住全屋都有熱水用非常之好。跟住下邊呢度嘅話咧，操作台邊都足夠大啦，下邊仲有一個放我哋洗衣機嘅位置呢度擺翻我哋嘅洗衣機，隔離咧仲有一個空間儲物嘅，即係如果你唔想咁多嘢放喺上邊雜亂嘅話，全部嘢擠落呢個位置都可以跟住生活露台呢邊咧，單獨曬衫晾衫咧，空間都夠用一個3房嚟講而且我哋全屋用嘅呢個係 YKK 嘅一個鋁合金嘅門窗所以見到一鎖上門即刻安靜晒我哋係雙層隔音玻璃嘅見到效果係非常之好品質咧真係相當之優秀嘅。嚟到我哋大廳嘅位置，先係飯廳呢度啦，咁就擺一個長形嘅4人飯台，空間就係好闊落嘅。你甚至可以再 set 多一個我哋嘅一個儲物櫃、餐邊櫃、酒櫃都可以咁你唔 set 都冇所謂，因為我哋呢個位置咧，我哋飄窗台揼咗㗎啦你可以參照示範單位咁做翻一排咁靚嘅餐邊櫃呢個位置唔單止話佢呢個size 咁闊落夠充足，而且佢後邊咧仲有單獨嘅一個通風窗嘅你採光嘅話其實都可以，呢邊係採光井咁所謂咧就睇唔到內緣嘅呢一個我哋9棟嘅單位咁就朝南向係呢邊，朝北向係露台呢一邊咁呢一邊嘅話採光就冇問題㗎啦而且大家感受得到相當之安靜，即使佢對住嘅係馬路邊，因為我哋呢個 YKK 嘅門窗做得好好主要嘅呢個客廳呢個位置咧我哋有瓷磚杜格拉斯嘅牌子，配埋美縫俾我哋，上邊咧係我哋嘅日立嘅中央冷氣包括我哋嘅客廳，包括我哋每個房間都有配置獨立去控制嘅咁就十分之舒適同埋美觀。OK。
呢一個門窗嘅話咧，佢係用咗3頁嘅設計，所以咧我哋打開佢之後咧，我哋通往呢個露台嘅空間啊，呢個地方係十分之闊落嘅。露台就唔算話特別大，但係佢夠方正啊，好用，而且我哋有個單獨嘅生活露台啊嘛。呢一個露台我哋完全可以封窗設計，咁拓展翻我哋呢個大廳嘅位置啊，用盡啲空間佢。一露台送一半啊嘛，你用晒佢就賺到噶啦。睇得出邊雖然係望街景啊，但係都唔會話太難睇。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呢一個咧一個唔係主幹道啦，車流會少少少，而且咧呢一條路咧完完全全係有我哋街景康城發展商自己去打理嘅。你見到人行道啊呢啲鋪面嘅地方都特別嘅乾淨衞生好睇。呢度對面咧就係3期，見到下邊呢度咧所有嘅街鋪都開晒啦，成行成市嘅。同牙醫啦，同埋呢個寶潔啊，同埋呢個便利店啊、生鮮超市啊、麥當當啊，我哋嘅山姆嘅自提點啊等等，以及呢啲餐飲鋪，全部都配齊晒嘅。生活上邊嚟講，我覺得係十分之便利。喺坦洲嚟講，呢個便利度都係十分之高嘅。點解咁講咧？除咗呢啲下邊配嘅嘢之外咧我哋嘅位置都係一數二嘅 good 嘅。我哋咧附近有一個金斗灣市場，大概係10分鐘嘅路程啦。我哋過到去可以買到各樣嘅一個我哋嘅食材非常之方便當然啦，依家你美團手機篤一篤乜嘢都買得到，好方便嘅。而且咧，我哋呢度咧10分鐘可以去到華華商都噶啦有條坦洲快線呢條線路啦，通車之後咧15分鐘車程可以去到我哋呢個關口嘅位置去到港珠澳大橋。咁我哋只係自己揸車咧就會方便嘅。唔揸車都冇所謂嘅，因為我哋咧成個坦洲嚟講最 good 噶啦。我哋呢個叫做咩咧？叫做呢個永東巴士嘅一個巴士站喺呢度。我哋每日8班車嘅往返，即係打遍坦洲無敵手。品質高，而且咧夜晚成9點鐘都仲有車嘅，最方便喺呢度啦。衞生間嘅位置3段式乾濕分離嘅設置。裝修喺呢度主打咩？細節同埋品質細節邊度咧？雙面嘅鏡櫃啦，儲物空間足之餘咧，我哋化妝嘅補光燈都配埋俾你哋，見到未？跟住插蘇全部都做得好靚，而且呢一度咧亦都有呢個儲物嘅槽啦，用嘅咧都係大牌子高怡嘅一個水龍頭同埋呢個洗手盆，座廁漢斯格雅嘅牌子，仲配埋呢個噴水槍添，咩唔乾淨都唔使擔心。OK， 跟住過到嚟呢度咧。做立德嘅企缸位所有嘢都有非常之好嘅合作商去配置，做翻好靚嘅一個設計啦，同埋一個品質呢個玻璃推拉門都好靚啦。跟住嘅話咧高怡嘅花灑龍頭呢度 OK， 跟住地面咧係呢個岩板嘅設計啦方便我哋一個水嘅一個疏通，同埋咧都係好襟用。比較耐用，唔會變色。OK， 後邊呢個呢個採光窗都有大樓來頭點解你唔係睇個面積你睇過呢個細節設計，雙層隔音嘅玻璃中空玻璃，中間咧仲做一個百葉窗嘅設計。你想要更透光，你想要更私密都可以，而且咧收起身都可以嘅喎全部喺入邊，唔需要擔心佢邋遢因為百葉窗你嘅好難打理喎，但係咧佢中間一滴塵都唔會有，永遠都唔使清潔，好方便OK， 所有門嘅品質啦、門鎖啦都睇得到而且都有呢個夜燈嘅設計。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十分之到位OK， 再嚟睇呢度 BB 房嚟嘅，咁就露台佈件贈送一半面積，所以個實用度都可以送一半喎呢間房。跟住咧每一個地方都有獨立嘅日立冷氣嘅一個控制啦，包括呢度呢個冷氣都可以嘅。對面咧係我哋一個客房嘅位置，大家感受一下，擺雙人床係冇問題嘅。亦都有一個飄窗台，採光都係可以嘅大家空間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大致上嚟講咧，呢一個屋苑嘅話，我覺得佢呢個質素都好高，因為佢除咗啱先講嘅呢啲之外咧，佢仲有7000平方米嘅一個會所，入邊有瑜伽室啦、教練啦，有20個跑步機嘅一個運動室啦，跟住有恆溫嘅雙泳池喎，所以你中意游水中意健身中意做 gym 中意做瑜伽都可以滿足得晒你中意游水嘅仲簡直有好處係咩咧？因為我哋4期嘅花園入邊咧，到時都要再起多一個室外嘅泳池，即係我哋無論露天嘅泳池室內嘅泳池會所入邊嘅都有有得揀，1年4季都可以游可以選擇恆溫泳池就喺會所嗰度會所7000平咧，亦都係坦洲最大噶啦所以做得最犀利嘅咧，
佢嘅膠標都係碳走最好啦嚇。包括我哋主人房呢度咧，通頂嘅衣櫃都得膠標嚟喎。呢個衣櫃我真係好中意啊！嗱，有呢個燈帶啦、採光啦，仲有一個全身鏡啦，換衫都好方便啊。所以話你即使你空間細一啲唔緊要，我做得骨子，我做得實用啊！而且我嘅品質做得夠好喎。你睇下呢度，仲有呢個抽拉式嘅一個抽屜啦嚇，嗱放呢個領呔嘅啦，下邊咧就放呢個其他嘅一個物件啦，而且佢仲有一個 soft close 嘅設計啦，輕輕一推自己會收翻去，幾舒服啊！而且呢個黑透嘅玻璃咧都十分之高檔啊！呢一個櫃啊，據說都有成2萬蚊嘅一個製作成本，所以咧我哋見到品質係非常之高嚇。嚟到休息區嘅位置，三邊落地擺米半床係完全冇問題嘅，2個床頭櫃啊，或者你要更大 size 嘅床鋪咧，減少一個床頭櫃咁就可以嘅啦。跟住咧亦都有呢個全景嘅一個飄窗台，而且飄窗台都係揼咗嘅喎，所以你利用起身咧會係更加之方便嚇。咁全屋仲會做埋呢一個智能呢個窗簾嘅軌道啦，咁到時候咧我哋自己可以配置翻中意嘅款式嘅窗簾啊，亦都享受翻智能生活嘅方便啦。撳個掣咧，佢自己會輕輕咁拉翻開嚟嘅啊。咁基本上呢個戶型間隔咧都俾大家睇完咯。89平方米咁就間到3房嘅，大家見到啊，咁質素真係好高，真正高。成個坦洲你見唔到比個更好嘅裝修嘅交付標準啊！包括呢個主人呢個我哋嘅一個叫做客廳啊，主客廳頭先可能冇講到啊，呢個背景牆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咁所以咧十分之舒適嘅一個環境啦，同埋咧價錢上邊嚟講咧都算 OK 嘅嚇。咁基本上9棟啦、10棟咧係尾貨啦，特價單位去到130萬唔到，129萬嘅總價，首期俾19萬月供4600都可以輕鬆享受最高嘅生活質素喺坦洲呢邊性價比其實係相當之高㗎啦，係嘛？咁如果話你想要更高嘅一個單位咧，都有嘅，因為現時16棟咧已經推出嚟啦亦都有呢個新款嘅89平方米嘅單位咧，喺裝修上邊會有更大嘅提升佢到時總價咧140幾萬到啦，但係咧可以享受咩？因為你啱啱推出嚟啊嘛，有更多嘅樓層可以選擇啦。咁跟住咧，佢呢個16棟咧可以望到更靚嘅內園景觀到時個花園做好都好靚，因為4期呢度咧後邊會有一個升級，就會做一個風雨連廊添嘅。咁我哋咧平時咧就算翻風落雨都唔使驚啊，有休閒嘅地方俾你去嘅咁同埋咧有一個地方咧就啱先睇到嘅房間入邊咧係我哋叫做呢個仿木紋嘅瓷磚呢一邊嘅話咧就係襟用啦，同埋防潮啦，係嘛，同樣美觀。而16棟嗰邊咧會升級成為咩咧？我哋嘅複合木地板咁就坐落去嘅腳，踩落去嘅腳感咧會更加之好啊！跟住咧我哋仲有咩嘢提升咧？咁就係一個維保嘅衛浴啦咁所以咧個價錢會貴少少，但係咧佢嘅嗰個質素咧又有大嘅提升喎。所以佳景呢邊咧佢俾我哋嘅生活質量上面嘅提升咧，真係處處都有驚喜啊！咁就而且咧，我哋呢度生活配套真係確實係夠完善㗎咁就因為咧樓下嘅街市咧成行成市啦，夜晚咧仲有一個夜市街，而且你哋好擔心有夜市會唔會嘈雜又唔會，因為我哋呢度咧已經係集中去管理㗎啦，有一個專門有一塊地咧劃嚟做呢個夜市街我保證到我哋有咁豐富、更方便嘅生活嘅同時咧，亦都係保證我哋呢個安靜度啦，同埋呢個生活嘅質素所以咧呢一個如果想要喺灣區呢邊咧，喺離關口近嘅位置啦，買一套啦質素高啦，同埋性價比又高嘅單位咧，我覺得佳景康城嘅89平方嘅單位值得推薦有興趣朋友可以隨時聯繫翻我，我係阿偉，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